Hello， 歡迎收睇進天房產，我係主持人 Ivan。今期節目時間，我哋嚟到咗珠海金灣航空新城呢一個 location 啦。大家睇我哋身後呢一個樓盤就叫做華發金灣府啦。我哋依家就位喺佢營銷中心門口呢一塊區域啦。呢一塊區域亦即係一個公園嚟嘅，目前已經係投入使用當中啦。大家可以睇到呢一個環境係十分之 hea 嘅。大家可以坐喺呢度同3-5好友喺度圍爐煮茶，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其實往呢一邊呢個方向去呢，就已經係可以去到呢個濕地公園嚟噶啦。所以住喺呢一個環境係十分之舒適啊！我哋往呢邊一個方向呢，大概揸車3-4分鐘嘅車程就去到我哋今晚嘅華發商都，吃喝玩樂一應俱全啊！咁今日呢，首先會同大家介紹翻我哋呢邊嘅 C 地塊嘅洋房啦。接住咧，後期會出一塊 A 地塊嗰邊嘅高層嘅單位嘅。咁我哋依家就事不宜遲啦，入去同大家介紹翻。而家 Ivan 就入到嚟我哋小區園林入邊啦。其實成個園林咧，亦都係做得非常之舒服嘅，係按照翻5重景嚟打造啦。首先要有我哋草坪啦、灌木叢，同埋我哋高嘅一個綠植啦。嗰啲植被品種亦都係非常之多啦。咁我哋呢3棵咧就係呢一個鳳凰樹嚟噶，佢一個寓意就係鳳凰呈上啦。所以我哋呢一個園林咧係獲得咗呢個奧斯卡嘅獎項嘅。依家 Ivan 咧行喺呢個園林入邊咧，係感覺得非常之舒適啦，而且係聽到咗呢個鳥語，聞到花香嘅味道，所以係十分之舒服嘅。所以呢一個屋苑嚟講咧，係非常之適合退休度假居住啊！我身後呢一個位置咧，就係我哋呢一個室外嘅露天泳池嚟噶，就要行呢個樓梯上嚟。呢一個位置咧，仲佈置咗呢一個會客廳咧。平時同3-5知己好友喺度坐下傾下偈 hea 下，或者睇人哋游下水，亦都係 OK 啊！呢一個就係我哋室外嘅露天泳池啦，係按照咗呢個馬來度假呢一個馬來西亞度假嘅一個形式啦，有一個兒童泳池啦，同埋呢一個成人泳池俾到大家嘅。咁依家一個天氣咧就暫時未有開放啦。我哋依家就跟住鏡頭咧嚟睇翻我哋呢一個洋房啦，呢個低層洋房係呢一邊咧就11層高嘅。大家可以睇到成個外立面咧，亦都係做得非常之靚仔啦。包括啲玻璃咧都係做咗一種防偷窺嘅形式。包括我哋依家嘅角度係望到去入邊嘅。我哋依家就跟住鏡頭上去睇睇 ，Let's go。好啦，而家就上到嚟我哋實體示範單位啦。我身後呢一個 size 咧係129平方，4房2廳3圍一個戶型間隔啦。佢呢邊咧號稱嘅一個戶型實力係去到咗100%嘅，都係非常之高啦，俾到我哋嘅觀眾朋友們。同樣，我哋實體樓咧呢個示範單位，依家可以見到專梯入戶一個設計，成個走廊亦都係非常之長嘅。成個都係你呢戶人家可以使用翻，基本上唔會有人行過嚟你哋呢邊 lift 嘅一個位置啊，即係你撳邊度就開邊度一個 lift 口嘅。呢一啲大平層咧，俾到大家嘅一個入戶感覺。子母門一個交標，呢一種木紋嘅形式亦都係非常之靚啦，加埋呢個金屬條嚟設計，指紋密碼鎖交付標準。咁其實我哋可以睇到，我哋日後可以將一個鞋櫃放喺呢一個位置都冇問題嘅，可以放喺一個可以移動式嘅，就唔可以 set 死喺呢一度啦，可以利用埋，即係平時經常換嘅可以放喺側邊，包括佢側邊呢一種都係大理石掛牆，非常之靚一種顏色。開門入嚟，右邊呢一個儲物櫃亦都係非常之多嘅。一個深度咧，我哋可以睇下，佢可以放到呢一個行李篋，放啲箱，同埋有呢一種抽拉式嘅設計，所以整體嘅收納係非常之充足啦。上邊就可以放到更加大篋啦。包括佢呢一個有易容易表徑啦，包括有呢個金屬條。呢個金屬條咧係咩？因為我哋呢個用耐咗，包括
廣東呢邊一個回南天氣啦，用咗潮咗之後，佢驚會膨脹啊、變形啊，咁佢有個金屬條就會拉住佢，就會增加佢一個壽命。首先入嚟第一間啦，就係第一個套間嚟㗎啦。嗱，呢一啲戶型非常之好啦，包括我哋可以睇到呢一個衛生間乾濕分離啦，有埋浴室冇俾到大家，並且衛生間門口係唔會對住休息區嘅，所以佢一個設計嘅間隔非常之靚仔。呢一度因為佢唔係主人房嘅情況下咧，就唔使擺一張 king size 嘅床嘅，咁其實都可以放一張6尺牆都冇問題。不過我哋一個落腳咧，即係落牆個位置咧，就可能做唔到三邊落床啦，因為我哋仲要預留大概50到60公分去 set 呢一個衣櫃啊。好，我出翻嚟呢一個依家咧，全部都係用咗呢一種華為嘅一個智能控制面板啦。呢一個 mon 亦都係交付標準嚟嘅，可以控制全屋嘅燈光啦，可以連接手機上嘅 Apps 啦，係非常之方便嘅。並且打開門啦、呼叫樓呢個電梯亦都係冇問題。出翻嚟呢一個客廳開間係去到咗成5.6米啊！呢個客廳係非常之闊落，非常之正啦。大家可以睇到啦，你坐喺呢度咧睇咁大嘅成100寸嘅電視咧，都唔使驚近視啊！呢一種天花都係膠標嚟噶啦，包括我哋呢一個地磚啦，呢一種地磚1.2米啦，成80嘅比較長型嘅一個設計。電視背景牆咧。呢度睇到係做呢一種雲中翡翠綠嘅一個岩板，呢一種嚟講咧就顏色會比較多樣啲啦，即係個人咧即係睇翻你哋中唔中意。係中央空調一個交付，呢一邊係一個雙層嘅中空隔音玻璃嚟嘅。出嚟騎樓同客廳開間係一樣嘅，都係咁長做埋家政櫃喺出邊，大家都有需求都可以咁樣做。一個方位咧就正睇住呢一個室外嘅露天泳池啦，但係我哋依家買嘅就唔係呢一棟嘅，係隔離嗰一區嘅。當然呢一區亦都有，不過就冇靚樓層咯，都係翻啲低層同埋頂樓為主。OK， 露台我哋睇完啦，我哋就過嚟睇翻呢一個飯廳呢一個飯廳嘅空間啦，同樣佢係放咗一個6人位嘅。其實你可以睇到。成個空間呢一邊空間仲非常之充足嘅，所以你8到12個人食飯完全冇問題嘅呢個空間。所以你到時只要班朋友喺屋企，都係夠晒空間去招呼啦。呢一個位置佢好似仲做埋呢一種餐邊櫃嘅形式啦，做埋酒櫃嘅咁樣。呢邊窗打開之後咧，就形成一個南北對流嘅間隔咧。因為呢一種南北對流嘅間隔咧係最舒服嘅啫。夏天咧亦都唔使開窗，唔使開空調啦，係非常之通風啊。又啦，哇！呢個廚房亦都比較大型嘅，大家可以睇到咯。呢一個空間。2、3個人成3、4個人喺廚房煮嘢都冇問題啦。呢度負責一個切菜啦，呢一個負責洗菜啦，呢邊係炒菜啦。3件套啦，呢邊電飯煲，呢電飯煲咧就唔係交付標準啦。呢一度抽碗機啦，呢啲全部係交標。我哋呢一個洗碗機，呢個洗碗機咧對唔中意洗碗嘅觀眾朋友咧就比較友好啦。據我哋一個家庭主婦嚟講，就比較方便。頭頂咧同樣係有呢一個涼霸俾到大家嘅，嚟緊就夏天啦嘛，就煮餸咧就唔驚身水身汗，並且入邊咧都係有預留呢一個雙開門嘅雪櫃位俾到大家喺呢一個位置。OK， 佢呢一個門咧，其實我哋關嗰時咧係有啲阻尼感嘅，係啊，佢係即係我哋用力咁樣一推過去，佢唔會砰砰聲嘅。佢到呢度緩衝一下，再慢慢關攝佢，係咁樣嘅。所以佢喺設計方面係比較用心。入嚟睇翻右手邊呢一間就係兒童房啦。呢一個兒童房其實呢一張咧就尾床嚟嘅啦，就比較細啦，因為佢唔係主人房所以放咗一張尾床，兩邊 set 咗床頭櫃。呢度咧仲預留咗位置俾你去做衣櫃嘅，所以空間係 OK 嘅。全都係中央空調嘅。對嘅，呢個就公共衛生間。呢一個空間其實都差唔多啊，就睇嚟睇去啲衛生間啦。不過佢呢啲咧就係做咗呢個大理石一個台面，用料係比較足啲。
空間係夠嘅，上面亦都係有呢個浴室寶，係艾美特嘅一個牌子。佢呢度咧就係做咗呢一個護牆板嘅，但係我哋後期交樓嘅時候冇嘅，即係呢一個白色嘅乳膠漆俾到大家。對過嚟呢邊有間房，亦都係比較方正嘅間隔。呢個空間係夠晒闊落嘅。入嚟主人房啦，呢個主人房佢係咁樣嘅一個設計。首先一入嚟一開門咧，我哋就見到成排嘅一個衣櫃啦。呢度咧就放咗一張6尺嘅 king size 床，非常之大，兩邊 set 咗床頭櫃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咁樣佢將床頭擺喺呢度咧，就唔使驚衛生間嘅門口正對住床頭啦。所以佢就係咁樣去佈置。可以睇到啦，入邊都係乾濕分離嘅。有埋浴室寶，呢啲台面都係一樣啦。入呢啲儲物空間係非常之充足嘅。插排都預留好啦。咁佢呢度咧都唔係呢一個自動馬桶嘅，但係佢有預留咗智能馬桶嘅一個插頭，俾大家後期去加裝智能馬桶。OK， 呢個就係我哋129平方4房2廳3衛一個戶型啦。咁目前依家價錢都比較吸引嘅。呢啲洋房咧，低層洋房就21000左右。咁如果我哋買啲高層嘅嗰啲單位咧，都比較平嘅，就18000、9蚊嘅單價，對比以前係平咗好多啊！我哋依家就過去睇下隔離嗰個大單位。依家就上到嚟實體示範單位，呢度咧係一梯2戶嘅設計，但係佢都係專梯入戶，因為佢係對開門一個設計咧，即係一出嚟就得呢一戶人家，亦即係話呢一個 lift 口呢個位置咧，就係你呢戶人家去全部使用翻。都係我哋睇呢個係141平方4房2廳3衛雙套間一個設計。首先啦，呢一啲大平層咧，俾到大家嘅一個入門嘅尊貴感咧，就係呢一種雙開門嘅設計啦，子母門啦、交標包括呢一種防火門外加智能密碼鎖都係交付標準嚟。呢一種木紋睇身比較靚。入嚟左手邊咧，呢一度就係做咗一個收納鞋櫃。我哋呢個收納鞋櫃入邊咧，佢係有呢一個旋轉鞋架咁樣拉出嚟嘅，比較方便放鞋。並且有易容儀表徑啦，並且有呢一個除臭嘅一個功能喺度。呢個鞋櫃一個收納空間係會比較充足。入翻嚟，我哋首先第一個見到呢個係第一個套間，係有帶獨立嘅呢一個洗手間。不過佢呢一個洗手間咧就冇呢一個窗嘅，黑廁嚟嘅，所以就爭少少啦。並且佢都係有呢個浴室寶膠標嘅。門口係唔會對住翻我哋休息區呢一邊。大家可以睇到呢一度咧就放咗一張1.5床啦，兩邊放床頭櫃啦，都可以掃3邊落床。畢竟佢唔係主人房咧，就放呢一張1.5床都夠啦。如果放1.8床咧，可能就做唔到3邊落床。不過唔緊要啦。呢一家一個採光，晏晝咧嚟緊12點，呢個光線係比較充足嘅。呢個飄窗都係全贈送俾到大家。我哋呢一度咧，全部都係呢一個中央空調交付，包括呢一個可視對講機嘅 mon 咧都係交付標準。出嚟我哋可以提到呢一個橫廳係6.6米一個闊度，成個空間感係會非常之闊落。大家睇到呢度就做咗一個茶室咁樣嘅設計。如果大家唔想要咁大嘅廳咧，呢度都可以間多一間房利用，都完全冇問題啊！就睇翻自己後期嘅需求咧。不過如果大家買啲大平層咧，就做大嘅廳會比較舒服啲，即係方便招待啲親朋戚友，夠空間使用。過嚟睇翻呢一個廚房啦，依家就比較流行呢一種 LDKG 嘅嘛，呢一種推拉式嘅，好似類似呢一種 OpenTeach 嘅設計啦。入嚟3件套加埋洗碗機都係方太一個品牌。呢個扣油煙機啦、灶台啦，同埋呢個洗碗機都係交流標準。入邊空間啦都計夠啦，呢度儲物就會放呢一啲放熱水器嘅地方喺度。
成個空間係夠嘅，即係2、3個人入邊煮餸都完全冇問題。有預留埋雙門一個雪櫃位置，夠晒空間放嘢啊！廚房夠晒大嘅，南北對流一個間隔。飯廳呢一個位置，大家可以睇到咧，6人位嘅長方形飯台，成個空間仲非常之充足嘅，包括埋呢一度有埋呢一個飄窗，係贈送一個面積。打開之後就南北對流。過嚟睇翻呢一個窗景觀，佢呢一個露台咧，同客廳開間係一樣嘅，6.6米，非常之長咁依家可以睇到呢一個景觀，亦都係非常之靚仔。不過我哋依家加推嘅咧就唔係呢一棟樓啦，所以咧就係睇唔到我哋呢一個室外嘅泳池景觀，就只係睇翻綠化。我哋主要加推嗰棟咧就喺隔離嘅，戶型間隔咧係一模一樣嘅，係唔同咗一個區域地塊。大家日後咧都可以按照翻佢呢一種啦，做翻呢一啲家政具啦、儲物啊、放洗衣機喺度上面上下都做埋。呢啲做埋都唔使幾錢啊，大概幾千蚊可以做到落嚟嘅。而家就睇翻呢一個客廳呢一邊，客廳嚟講啦，呢一個份中翡翠綠嘅呢一個岩板咧，都係交樓標準嚟嘅，非常之靚。如果因人而異咯，即係我覺得呢種綠色嘅話，可能就唔係好搭，就比較一個審美會比較疲勞啊，即係配搭呢一種太過花裡胡哨嘅感覺。入嚟呢一個公共衛生間咧，係做乾濕分離嘅設計，嗱入邊淋浴區係夠晒空間噶啦，空間係完全充足嘅，包括有飄窗放呢一個洗頭水、浴沐露等等。呢個膠標咧就唔係公共衛生間嘅。頭頂咧亦都係有浴室寶膠標啊，空間係夠用。首先第一間呢一個係兒童房，同樣咧其實係度放咗張尾兒床啦，3邊落床，咁其實放尾5啦，亦都係 OK 嘅。因為佢呢邊咧已經係做咗呢一個書台喺度，個空間係夠嘅。即係日後咧就利用翻啲位做翻一個衣櫃就 OK 啦。對過嚟呢一度就係一間書房嘅設計。呢間書房其實都係做得比較方方正正啦，就後期大家呢一邊睇翻點樣佈置，其實都可以做翻一間客房啊，都係冇問題嘅。包括依家個光線亦都比較充足。現在就睇翻主人房，主人房一入嚟我哋可以睇到呢一個休息區係比較闊落嘅。OK， 我哋先睇呢一個衛生間乾濕分離嘅設計呢一邊。都係夠晒闊落，浴室寶呢啲鏡櫃全部都係膠標嚟嘅，後邊都有儲物空間嘅。呢一啲鏡櫃咧，後邊仲有呢啲儲物架嘅，放嘢比較方便。休息區呢度大家可以睇到佢呢度放咗一張6尺嘅 king size 嘅床啦，係完全兩邊 set 襯下佢，做到3邊落床啊。不過係有做咗一個嵌入式呢一個 L 型嘅衣櫃。整體嘅收納會比較充足。OK， 今期咧我哋呢一個洋房咧就已經帶各位觀眾朋友睇完啦。咁目前嘅價錢咧，比年前或者1-2年前已經係平咗好多啊。目前咧已經係現樓一個狀態啦。咁目前嘅價錢咧，咁佢係20100嘅單價，包埋裝修。咁呢一個 location 啦，我哋去到呢個華發商都啦，係非常之近嘅。不過家門口就係公園嚟啦，成個小區嘅環境係會比較舒適。呢度去到關口咧，大概就25分鐘左右就可以到達啦。如果各位觀眾朋友對金灣呢邊一啲洋房有興趣咧，可以 WhatsApp 我啦。咁我哋今期咧就同大家介紹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